新竹縣的湖口鄉拜四早起是來發生一件車禍，這是一個逃走的失聯移工呢，伊駛車經過湖口國小附近的路口，衝紅燈，結果去弄到一對騎奧多拜的母仔囝，兩個人是重傷送病院。也因為這個移工呢，伊是無合法的身份呢，所以出代誌了後，伊轉找朋友來擔這個責任。尾仔這警方呢調出監視器，有順利抓到這個姓丁的移工。畫面中騎奧多拜的媽媽載查某囝要去學校上課，車頂着準備通過路口，錯弄紅燈，車速真緊的轎車弄着，讓母仔囝弄甲飛起來受重傷。但是發生在拜四早起7點，新竹縣湖口國小附近的路口，目前查某囝已經清醒，媽媽又過來急救。因姓失聯移工駕駛自小客車沿八德路2段闖紅燈，碰撞至路口機車待轉區綠燈起步之蔡姓機車騎士。蔡女及其乘客江女傷勢嚴重，送往林口長庚醫院。警方指出，弄到人的駕駛因為是失聯移工，出車禍了後，甲車等在現場，人就做伊走，佮找朋友去幫伊擔責任。落尾，警方是調監視器，找出相關證據，抓到人。因嫌害怕失聯移工身份，而通知潘男到場向警方謊稱為肇事駕駛，自己徒步離去。所幸警方細心觀察，積極調閱行車記錄器，始遭警方破獲。而循線查緝到案，全案依法移送偵辦。警方表示，肇事逃走已經犯刑法，佮叫別人來擔罪，罪佮加一條，轉已經移送法辦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